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Kevin。今期同大家介紹呢個單位咧，就位於中山西區啊，時代美神2期117平方3房2廁嘅南北對流戶型啊。呢個係一個全新嘅單位嚟嘅喎。先由入門處呢邊俾大家睇睇。門口呢個空間可以係擺鞋架啦，或者係鞋櫃嘅。過嚟呢邊咧就係呢個公共衛生間嘅位置啦。入到嚟邊睇到鏡櫃、洗手台、馬桶同埋呢個淋浴區。客廳呢邊同埋飯廳嘅位置，咁而家睇到啦，兩邊開咗窗嘅情況下咧，係非常之通風啊，所以南北呢對流呢個戶型咧住嚟講咧都非常之舒服嘅。飯廳呢邊嘅話咧，擺咗張4人嘅長形餐台喺呢一度，再入翻嚟廚房啦。廚房嘅話咧係一個 U 字形嘅間隔，全新嘅抽油煙機啦、煮食爐、消毒碗櫃。咁業主呢邊已經配備咗一台好大嘅對開門雪櫃喺呢度啦。再出翻嚟呢邊生活陽台啦，生活陽台呢邊咧已經擺咗台新嘅洗衣機喺度啦。呢邊呢個熱水爐啦，再嚟翻客廳呢邊。客廳呢邊咧配備咗張真皮嘅梳化啦，有一個圓形嘅茶几、電視櫃，一台50寸嘅電視機喺度。出到嚟呢邊景觀陽台，先俾大家睇一睇佢呢個嘅空間。咁呢個咧係一個低層單位嚟嘅嚇，呢邊朝北向。咁佢同對面個樓間距咧都算係比較闊落嘅，所以都唔會話一種好壓抑嘅感覺啦。咁我哋再入翻去休息區俾大家睇睇先。先嚟到呢邊第一個房間，房間呢邊嘅話咧係擺咗張5尺床喺度嘅，有一個床頭櫃啦，3邊落床，隔離係有一個衣櫃喺度嘅啦已經。再嚟到呢邊第二個房間。呢個房間嘅話咧，都係有一個床頭櫃，一張5尺床，3邊落床，衣櫃大細咧都係一樣嘅。最後就嚟到主人房啦。主人房呢邊嘅話咧係一張6尺床嚟嘅，3邊落床，隔離呢邊咧可以望到花園。咁大家睇到咧，佢呢邊嘅空間係非常之大嘅。呢個衣櫃嘅位置，其實佢可以將個衣櫃係擺喺呢一邊嘅，呢個位置都可以做一排衣櫃喺度。空間可以利用得好好，咁當然啦，呢個位置或者係做一個梳妝台啊，亦都係可以俾自己隨便去決定。套間呢邊鏡櫃、洗手台、馬桶同埋呢個淋浴區好大。今次而家呢一個全新嘅單位嘅話咧，業主放租就係2900一個月嘅，係啦。咁如果係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朋友嘅話咧，可以 call 我攞更多嘅資料㗎。或者關注我，我會分享更多嘅樓盤資訊俾大家嘅。好啦，咁我哋下期節目再見啦，拜拜。